逛着逛着，我们的脚步啊就来到了这个年货市场的深处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的这个卡塞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卡塞，它是有很多层，但是它这种卡塞一般不是用来吃的，是用来摆件的。是德卡，德卡，对，德卡就是我们相当于来说是年货，然后就是每个家庭里面都要有这种的摆件。它这个几层一般在家里摆的呢？一般的话就是10个，10个是吗？对，10个，然后就代表着是十全十美嘛。请问您是来年货市场玩的吗？是来就是随便逛逛，因为这块是他们本地人才来的商场，我就想说看一看。我作为辽宁人，然后真的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高原、雪域高原的地方，然后我觉得也替大家看过了，这地方真的很好玩，然后欢迎所有我家乡的人也来到青藏来玩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对镜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用藏语可以吗？罗萨扎西德勒。